我是李柳妹啊。最近啊，巴黎奥运都结束啊，你敢知影？我发现到一件代志，咱的公部门内底吼，哎呦，有真侪真够踢球的人哦，因用踢的啦，我用球的啦，哎呦，拜托一个啦！我甲大家报告，公务所伊就是吼，第公务人员内底第3个先锋，而且吼伊个上肯会，咱拢叫伊公xã会。来，我写掌声鼓励一下，咱来欢迎公xã会。人咧。李长歹势，即马中昼12点半，咱来休困啊！恭喜咱李柳妹阿翔诶，哇，过关啦！恭喜哦！感谢咱英雄嘿，李柳妹感动到流目屎啊！是啊，我就是讲你是演的，你是真正咧哭啊？真正咧哭真哦！正。你为什么要哭？因为我写本是对我来讲是上弱的一部分，所以我无啥会晓写本。但是就是即届本吼会当写好嘛，感谢老师甲我一个指导，嘛感谢评审互我一个肯定安尼，谢谢。